我就揸。今日咧就個題目咧，通往智慧之路，或者喺行人生嘅道路嘅時候咧，或者我講下我自己先啦。我係1981年好耐咧就嚟咗即係美國。咁喺嗰陣時咧係人生一個旅程嘅特別嘅轉捩點，因為我嚟咗冇幾耐咧就喺半年之內咧就信咗耶穌基督嚇，主要咧係透過我表哥去探佢嘅時候，我係去到 Ohio 讀書嘅。咁假期嘅時候咧有機會去探我表哥，咁咧就佢喺多倫多，咁介紹咗我即係呢個信仰。咁我主要係睇聖經新約咧，耶穌基督咧嘅講話咧係好令到我個心係非常之吸引。我遇見耶穌嘅時候咧，就接受咗主。咁咧，我行呢條道路嘅時候咧，最初有唔同嘅選擇，好似大家都係一樣。可能你有唔同嘅即係世界觀啦，或者無論你信咗抑或未信，你可能都有宗教嘅唔同嘅睇法。咁你係點樣去認識或者選擇你嘅道路咧？咁如果喺人生嘅旅程嘅時候咧，現在咧你可以睇翻轉頭就得，或者睇將來你要點樣行呢條道路咧？點樣去揾一條真係有智慧嘅路線去行嘅時候咧，我發覺咧好重要咧。我哋而家喺呢個時候開始嘅時候，我睇翻去翻以往嘅歷史，以往嘅歷史，我點樣可以去揾到我自己係點解會生存喺呢個世界，或者點解喺呢個時刻我哋會就喺呢個地方出現咧？你有冇諗過一啲咁嘅比較哲學性少少嘅諗法咧？好啦，咁大家即係好簡單啫。呢個咧就係一個代表即係呢個唔係教物理即係例如咧，而家我哋坐喺度有燈開住好舒服，又有冷氣咁如果我哋喺度嘅時候，你有冇諗翻呢啲燈係點樣開始嘅咧？係嘛？係咪有人好早嚟到即係開燈係嘛？但係你未必見到嗰個人開燈啊！你終於入嚟見到就開咗燈啦咁你咪喺度即係享受你要做嘅嘢咧咁呢個圖畫咧，即係話俾你聽而家你見到有好多嘢摩打電用好多嘢當然你知道用電啦但係原來咧裏邊有一個設計，有一個開始嘅，好多嘢都有無論你係開燈閂燈咁呢個圖表咧就話俾你聽，原來有個掣嘅，有啲電啦。咁你一撳掣，咁咪無論你係燈亦或係風扇都係或者電腦啦，都係需要有個開始。你有個電源俾佢嘅時候咧，就有個開始啦咁個問題咧就係宇宙，大家係咪相信有一個開始咧？其實100年前咧，啲人咧唔相信有一個開始嘅就覺得呢個宇宙咧係即係嗰陣時叫做英文叫 steady state 即係固定。總之有好多科學家以為住喺呢個世界又唔知道幾時開始，可能係固定都未定啦但係咧原來喺科學嗰度咧有呢100年來咧就已經用咗好多實驗嘅數據咧係證明咧係有一個開始嘅咁呢個咧就你知道得。我今日咧唔會講得太深奧。總之咧呢個係太空嘅望遠鏡，睇翻用咗積累咗好多嘅時間，係啦，有一個開始。咁咧呢個開始咧就係幾多年之前咧，咁科學嘅最準確嘅估計咧都係大概138億年之前，呢個宇宙有個開始咁即係好奇妙。
咁跟住有兩個問題咧，大家去思想。咁啊，邊個係最有智慧咧？邊個最有能力咧？我今日咧就係從呢三個角度咧，同大家分享嚇。咁其實呢張相我舊年都分享過㗎啦，不過即係可能有部分人唔喺度，咁我咧就同我太太咧就舊年咧就去即係旅遊啦，咁經過呢度 Festad 有個好出名嘅Low Observatory，咁咧我哋見到哇嗰啲望遠鏡好犀利喎，即係好專業喎，但係我讀物理咧我就好有興趣，雖然我研究咧。都係即係叫做比較係原子或者好細微嘅嘢，但係我對呢個宇宙咧都好有興趣嚇。咁咧去到嘅時候咧，咁即係見到咁多嘅儀器啦，其實我都好有興趣嘅嚇。咁咧我就買咗一個喺香港買咗一個即係小型啲嘅嚇，即係大家睇到一個小型嘅望遠鏡嚇，其實唔係好大得2寸嘅啫，即係50個 centimeter 但係咧就容易，因為用咗 AI，佢咧你用一啲時間去 set up 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去觀察一啲星雲星座或者係甚至其他嘅即係行星都未定嚇。咁咧就呢一幅相咧就係馬頭星雲距離地球咧大概1300年，即係話我影嘅時候咧，嗰啲光咧就係1300年前，即係大概係咪唐朝咁啊？即係好耐之前，因為嗰啲光已經射出嚟啦，係啦。咁咧就咁，大家會問啦，咁點知真係有個開始咧？咁咧我就介紹好簡單啫，唔會講得太複雜啊。有科學界咧，主要透過以下有2個核心嘅證據，證明宇宙有一個開始就係第一咧，就係宇宙喺度膨脹緊嘅即係天文學家發現咧，所有離開地球越遠嘅星系咧，就越快咁樣高速離開我哋地球點樣知啊？大家你可能尤其是喺呢度啦，你近機場嘅時候咧，你睇到啲飛機我哋有位即係飛機師即係都好清楚噶啦你啲飛機咧嚟緊嘅時候咧，你啲頻率咧係同你嘅飛機離開係唔同嘅，係嘛？有啲嚟嘅時候咧高音，走嘅時候咧就低音啲咁咧佢就係攞啲光睇嗰啲星系離開我哋嘅時候咧，咁咧就睇翻嗰啲數據咧，就原來咧離得越遠咧就膨脹得越快，即係離開我哋越快。咁嘅時候咧，即係所有嘅星系物質咧都係離開我哋去即係膨脹緊啊！所以你睇翻時間翻轉頭嘅時候，係咪有一個開始啊？係嘛？即係好似我哋坐喺度咁樣，頭先都講過，係有個人開咗，雖然我哋未必見到有個人開始咗。咁同樣咧喺呢個宇宙裏邊咧有一個開始咁啲人問邊個開始咧？咁當然如果你係有信仰或者相信嘢聖經所講咧，原來咧好早3000多年前咧已經話俾我哋聽，起初神創造天地，即係由一個時間開始係同科學好吻合嘅咁第二個咧叫做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即係我唔講得太詳細啦，即係好似咧即係話你即係揸住一個即係好似音響嗰啲鈴鈴查查咧，你一砰落去嘅時候咧，你過咗一段時間即係好快啦，當然，但係咧同樣嘅道理咧，開始嘅時候有一個爆炸嗰個流落嚟嗰啲即係嗰啲即係聲音叫做聲音，其實好高頻嘅慢慢到現在嘅時候咧，係收到呢個咁嘅叫做殘影咁咧雖然佢開始嘅時候好高溫，但係而家咧就慢慢就凍翻，所以咧你就從呢個咁嘅睇法咧，就係
睇到證明咧喺科學上邊咧，宇宙真係無可置疑有一個開始啦嚇。好啦，咁我點解即係好簡單介紹一下咧？咁我幾個月前咧係去到Payson 唔係好遠啫嚇。咁雖然咧喺我後花園咧可以影到啲星雲，但係咧始終都有啲光污染嚇。咁已經我哋住喺鳳凰城咧已經好咗好多啦，因為咧喺加州嘅地方咧嗰啲光污染咧淨更加即係嚴重咁。但係咧再上山咧，你少啲光污染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睇得更加清楚嚇。咁咧就唔知阿 Samuel 睇唔睇到呢個時間啊？5月15號21:44係啦，即係下點鐘啊？你係啦，因為你哋飛機師識好慣呢啲咁嘅即係9點幾嚇。咁咧我就用咗啲時間咧去即係要好穩定個即係觀察嗰個天文望遠鏡好細嘅，但係你一定要穩定咗啲數據嘅時候咧，咁哇，因為好即係唔係好多光污染都有啲，但係咧我揾到一粒星，即係佢介紹埋嘅。而家啲 AI 話俾你聽，邊度咧可以睇到啲星咧好清楚啲嘅。哇！我用咗2分嘅時間。嗱，呢啲 AI 嘅數據咧就係佢將譬如10秒鐘影一張，跟住繼續影，將佢重疊嘅時候咧就可以將嗰啲唔係即係嗰啲噪音咧係即係濾咗。咁你2分鐘嘅時候咧，我睇到有啲嘢喎，幾得意喎。見唔見到啊？咁咧繼續10分鐘，係咪清楚啲啊？越嚟越清楚喎。跟住咧1個鐘頭啦。嗱，時間係幾多啊？夜晚幾點鐘啊？係啦，11點啦喎。即係當你望住個天喺度思想嘅時候，你個心咧好讚嘆，哇！呢啲光呢個叫做英文叫 Whirlpool Galaxy， 大概係3000萬光年離開地球。係啦，即係我度嘅光咧，就係3000萬年之前咧就已經嚟到啦嚇。不過咧，你影啲相咧，雖然係靚嘅，但係咧原來咧都要做一啲將佢攞咗啲影像嘅時候咧，將佢啲顏色咧，即係叫做 saturate 咗佢，令到佢咧突出一啲本來咧冇咁突出嘅，不過都好靚嘅嚇。好啦，呢個咁嘅叫做 M51啊，有啲 number 容易講啲或者漩渦星系，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啦？就位於獵犬座，即係其中一個星座裏邊。其實肉眼可以睇到嘅。如果你如果你用即係嗰啲即係揸住嗰啲手提嗰啲望遠鏡咧，都睇到嘅嚇，都幾光嘅嚇。距離地球咧就3100萬光年嚇。咁咧係清晰優美嘅旋臂，同鄰近矮星系 NGC 5195嘅強烈引力相互作用，這效應觸發大量新行星嘅誕生。點解咁講咧？原來咧呢兩個星系咧撞埋一齊，哇！撞埋嘅時候有咩特別嘅出現咧？就係產生咗好多嘅新嘅星咁咧。因為佢個角度咧就啱啱正面，如果有啲星系咧打橫咧，你可能睇唔到咁清楚，因為正面睇咧就睇得清楚。正面朝向地球嘅視角 M51咧成為咗天文學家研究星系演化、行星形成機制嘅觀察樣本。咁我哋學習睇呢個 M51咧，就俾我哋了解到我哋地球係點樣嚟嘅，太陽係點樣嚟嘅。係咪話？唔係，翻轉頭先，呢個拉薩睇出嚟嘅，呢個就係 M51，係咪好靚啊？你睇唔睇到嗰啲紅色、粉紅色嗰啲啊？就係因為兩個 galaxy， 一個大一個細撞埋一齊，好多物質撞嘅時候咧，如果佢引力夠大嘅時候咧，佢會即係做咗一個叫做supernova
或者超新星所以咧佢嘅光咧更加強大所以但係咧呢啲咁嘅紅色咧咁嘅超新星咧係好危險嘅嗰啲宇宙射線咧會殺死人嘅，即係你地球咧唔可以係接近呢啲咁嘅地方咁而右邊嗰個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啦，呢個咧就係仙女座星系 M31你可能對啲可能興趣唔係好大，但係仙女座你都聽過咯咁咧就呢個仙女座離開地球咧大概300幾萬光年都遠，但係咧係離開銀河系一個比較大嘅星系，佢唔係正面對正我哋，你睇下側咗少少，佢中間嗰個叫做黑洞，黑洞射出嚟嗰啲射線咧，又係會殺死任何高等生物。好在咧，佢啱啱夠遠，而佢射出嚟嗰嘢咧，又唔係對正太陽系，所以咧變咗咧，我哋銀河系咧周圍冇一個好強大嘅星系咧，我哋能夠存活如果你有一個細嘅或者就嚟撞喺銀河系咧，我哋都唔掂但係咧，科學家已經證實咗呢個仙女座星雲咧係向緊銀河系咧行緊嚟啦。過咗某一個時間，不過好耐啊，我哋都唔會存在嘅即係唔知幾多億年之後咧，呢個仙女座咧星系咧撞落去，咁所有嘅地球乜嘢都會俾你抽走嘅呢個就係即係因為已經錄到，因為通常咧睇到啲星系都係紅移，但係唯有呢個咧係藍移，藍移咧即係對緊你過緊嚟雖然大家都係膨脹，但係呢個因為引力嘅關係咧呢個仙女座咧係向緊銀河系嚟緊啦將來咧就可能會即係唔單止咁喎，呢個係非常之大嘅星系唔係一個細喎，你撞埋嚟咧就好多超新星造成啦好啦，咁睇翻我哋而家所住嗰個銀河系啦，大家留意下有咩唔同啊？呢個係唔係正面影出嚟嘅？係天文物理學家用咗好多時間累積去觀察呢個銀河系大家有時呢度住喺 Phoenix 或者 Arizona 咧，有時你即係到7、8月9月5、6、7、8、9月你睇上天咧，如果你即係唔係太多污染咧，見到銀河系哇非常之好靚咁佢咧就觀察咗好多咧，就留咗喺度咁大家會唔會即係留意到呢個星雲銀河系咧，同頭先嗰個咧有咩唔同啊？留喺中間有啲咩唔同？有冇留意到啊？係啦，呢個圓形仙女座都係圓形喎，中間嗰個圓形咧，通常有一啲叫黑洞，超大嘅黑洞喺裏邊咁咧，我哋呢個銀河系係非常之特別嘅，即係唔係好多星系咧，呢個叫做棒旋星系結構咁棒旋星系結構咧有咩特別咧？就係佢冇咁多呢啲咁嘅超新星，都有喺個鼻嗰度都有，但係太陽系咧啱啱喺一點，我哋住呢個太陽系即係地球就喺呢度，喺兩個鼻嘅中間比較安全嘅地點。如果我哋上少少，好多年前咧，太陽咧係咧可能喺呢度出嚟。如果一步一步喺呢度咧，我哋冇高等生物可以生存。啱啱喺呢個位咧就可以生存。我哋能夠住喺呢度咧，企喺度欣賞或者享受各樣美好嘅食物睇呢個咧，就係啱啱喺呢個咁好嘅位置。同埋咧，你知唔知我哋坐喺度咧？我哋根據呢啲咁嘅旋轉咧，我哋係以非常之高速嘅速度咧，喺整個宇宙嗰度運行緊如果計到出嚟咧，我唔記得咗個 number， 即係呢個嘢咁樣轉法嘅時候咧，我哋係數以10萬嘅
mile per hour 喺呢個宇宙嗰度轉緊。但係因為我哋喺呢個位置咧，我哋係同呢個臂啊，呢啲光，即係個宇宙嗰個星系個臂咧，係同步一齊轉啊！同步嘅意思咧，即係你洗衣機嘅時候咧，你係咁轉嘅時候咧，你啱啱中間嗰度有一粒嘢咧，咁如果你出少少咧，如果佢同步一齊轉咧，咁咧佢就安全啲啦，就唔會跌咗落去中間嗰度或者離開。如果我哋個太陽咧唔係同步咧，我哋一撞入去呢個星雲咧，我哋都唔使存在嘅，因為咧呢個宇宙咧有啲科學家講啦，英文叫 The universe is trying to kill you， 即係話充滿危險喺呢個宇宙裏邊係非常之危險，即係有生物嘅存在咧係極之微細嘅可能性，唔係話冇可能啊，只不過咧好似地球咁樣存喺呢個銀河系，又棒座，又喺呢個位置出嚟咧，絕對唔係偶然啊！所以咧，我哋睇翻我哋今日可以向前邊揀我哋邊條路嘅時候咧，睇翻轉頭嘅時候咧，我哋嘅出現咧，絕對唔係偶然，而係有神嘅恩典或者神嗰個創造嗰個偉大啊！咁右邊嗰度咧都係大致介紹下太陽系嘅位置咧，位於距離即係呢個銀河中心嘅2.7萬光年，真係大到好大啦。係喺呢個臂嗰度啊，咁咧就係圍繞着中央超大質量嘅黑洞咧，係公轉啊。所以咧係點解佢以前咧喺裏邊出嚟咧？知唔知道點解？以前一定要經過喺裏邊咧彈咗出嚟，就係因為咧，我哋係需要有好多嘅。如果你讀 chemistry 你就知啦，我哋 chemistry 咧有位同學讀 chemistry，你將來知啦。我哋有好多嘅基本嘅 element 咧，係點樣嚟嘅？就係由啲超新星咧，係超過唔知幾多次咧，係爆發出嚟咧，我哋能夠喺地球裏邊咧收集到咁多嘅 element， 喺地球咧有大部分嘅 element， 可能有啲冇嘅但係我哋人嘅身體咧係需要好多咁嘅 element， 我哋啲先生存到。所以經過好多年之後咧，喺呢個太陽系咧，終於咧收集到咁多嘅 element 咧，就嚟到呢度咁咧跟住咧就我哋。咁啲人會問啦，我哋係點嚟㗎？好啦，咁請阿 Stephen 幫我哋讀創世紀1章1至2節，同埋右邊嗰啲經文記錄係嘛？世紀第1章係啦，第2節係嘛？1至2節創世紀第1章第1節，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同埋右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好，各位，唔知Pastor Lin， 你睇唔睇到啲字啊？啲廣東話，如果你唔係，你可以坐前啲，比較細嘅啲字。呢個咧就係即時傳譯，但係咧就係香港話嚟嘅。但係咧你睇到中文，你應該都明㗎啦。如果你需要睇近啲，你可以移前啲咁咧就OK 嘛，翻譯都係嘛咁咧呢篇詩咧係我自己作嘅，即係好大感動。當我望上天嘅時候，去思想神個恩典幾大嘅時候咧，或者請阿 Stephen 再讀埋呢首詩好嘛？天地初開真奇妙，神的靈運行其中，他在淵面畫圓圈，使穹蒼深淵穩固，無盡恩典我讚美。
感謝萬物創造主。呢個係我雖然係讀物理嘅，但係理解咗好多即係自然嘅定律。但係當我睇翻我點解會存在，我住喺呢個地球，跟住地球又圍繞住太陽去公轉，跟住自己又自轉，跟住有月亮，咁多咁奇妙嘅嘢，會唔會係偶然咧？絕對唔係偶然嚇。所以咧，我心咧就更加感謝神嚇。咁第三、第四咧係以面畫圓圈，呢個係箴言裏邊第8章所記載嘅嚇。大家有時間翻去睇下嚇。咁佢就係神咧係令到呢個海面啊，係山深淵啊各方面咧穩固嘅時候咧，令到我哋能夠享受神賜俾我哋嘅美好事物嚇。咁其中一個解釋當然神嘅話語絕對係正確嘅，但係咧科學家或者神學家咧對呢個聖經嘅解釋或者對科學嘅解釋咧，有陣時咧係會修正都未定嘅嚇。但係咧我哋相信神嘅話語咧係絕對正確嘅嚇。咁其中一個解釋咧就係話神嘅靈運行在水面上，即係話喺物理學嚟講咧，係有一個參考嘅initial condition 同埋咧個 frame of reference 咧，就係帶俾我哋嘅觀眾或者讀者咧 point of view。我哋喺呢度睇，咁咧跟住所記錄咧都係慢慢一步一步咧係根據呢個 point of view 去睇嘅。咁嘅時候咧就比較科學嚟講咧，我就覺得咧係其中一個可以接受嘅嚇。當然大家有唔同嘅睇法，我哋彼此尊重，我唔會講得太詳細。今次咁咧，我哋最欣賞咧，我一跳咧就跳到咧詩篇104篇呢篇詩篇咧就係講到神嘅創造，都對照翻創世紀1章2章所講嘅但係咧更加從一個詩人嘅角度去觀察到大自然咁咧最近聽到一啲講座咧，有個鄭庭博士啦，咁佢喺美國咧就翻香港即係做一啲即係培靈會咁上下嘅分享其中最近咧佢講到詩篇104篇咧，佢都話如果你即係見到人咧，有陣時好擔心好多嘢即係無論你好後生面對工作或者係讀書，跟住或者你退咗休，你面對一定會有挑戰。有啲人甚至有好多憂慮或者憂鬱症嘅時候咧，佢話其中嘅方法解決咧，你去大自然睇下啦，你欣賞下神嘅創造啦，你睇下天空，睇下飛鳥，令到你個心咧係覺得感恩嘅時候咧，哇，好唔同，令到咧可以幫助你咧去欣賞，亦知道神會看顧我哋嘅一生無論你面對嘅挑戰或者係無論你經歷嘅係好嘅或者一啲困難嘅時候，神都會與你同在。我再請阿 Stephen 幫你讀即係印咗呢度咁多，我唔係記錄晒出嚟，不過咧就重點講咗啲經文出嚟。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耶和華我的神你真偉大，你以尊榮和威嚴為衣服，你使泉源在山谷中湧流，流經群山中間。14節，你為了牲畜使青草滋生，為了人的需用使蔬菜生長，使糧食從地裏生出，又有酒使人歡喜，有油使人容光煥發，有糧加添人的心力。咁咧我就每2個月咧就會寫一篇喺香港中信咧科學信仰嘅文章。咁呢度咧右邊嗰啲圖表咧，我作為一個物理學家咧，好中意將啲嘢歸納，咁咧對比咁咧詩篇104篇咧係一篇非常之講到神嘅創造同埋神嘅供應嘅美麗咁咧我分咗3個 column 或者3個點，就係
源頭喺邊度嚟咧？佢好清楚即係講到首先係耶和華我的神，你真係好偉大你以尊榮和威嚴為衣服咁咧就你使當然係耶和華啦，使到咁咧嗰個發展咧，泉源湧在山谷對照翻第10節啦咁咧有水咧。我哋住喺鳳凰城更加知道啦，冇水真係好慘唔知遲啲聽講話，如果再少啲水咧，唔知要減少用水或者制水有咁嘅麻煩以前喺香港細個嗰陣時60年代係嘛，制水唔知幾時我記得嗰時制水4日先供水一次可能後生嗰啲未經歷過即係如果你喺60幾年喺香港咧，你就記得啦哇！真係4日先供一次水喎，真係冇水啊幾慘鳳凰城咧呢度其實係沙漠，唔係好多水嘅。好在咧，以前啲人咧即係有一條叫做 Colorado River 咧，咁引落嚟有啲水用，咁即係暫時咧就淨可以用到啲水，同埋有時咧嗰啲雪山嗰啲水溶咗咧，咁可以流落嚟咁咧呢啲咧都係。神咧使到呢個泉源咧喺個山谷中湧流如果唔係咁咧鳳凰城可能冇人嚟住冇水邊度可以住咧係嘛咁所以咧動物唔單止動物有水喝啦，我哋人都有水喝啦係嘛咁我哋有動物啦，即係有牲畜啦，有陣時有牛雞嗰啲都可以養活咁咧又令到咧飛鳥住喺水旁咁咧樹枝上啼叫有啲雀仔好有生氣耶和華使到草生長啦，草咧就俾六畜吃嘅咁菜蔬哇，中國人嗰啲菜蔬真係多。最近我同太太去巴拿馬，哇，因為佢嗰度即係潮濕同埋落雨多即係可能似東岸多啲啦哇，嗰啲菜好甜喎，嗰啲通心菜都唔知幾好食又平啲喎呢度買通心菜都貴啦係嘛咁係咯，因為你自己種啦有用好多水喎，真係係咯佢哋嗰啲木瓜真係好食。真係哇！真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去欣賞下即係當然咧，佢哋可以運到嚟呢度，你都去享受。不過你識新鮮嗰啲香蕉新鮮嘅通常咧呢個 pineapple 即係菠蘿係菠蘿就好酸嘅嘛。哇！到嗰啲菠蘿甜哇！因為新鮮好食真係即係神嘅恩典好味。即係偉大看顧我哋，所以咧，尤其中國人咧，民以食為先，哇！煮嘅嘢幾豐富好識用油鹽豉油乜嘢都有啦咁咧就唔單止俾我哋食又有酒使人心歡喜。聖經咧冇話唔俾人飲酒，不過咧就叫人唔好飲醉酒，呢個即係適可而止。因為太多酒咧係會傷身嘅但係有少少酒，譬如結婚咁喜慶耶穌去到即係第2章嘅時候都講到約翰福音，即係耶穌參加婚禮將水變酒咁咧使人心歡喜係嘛，淨有油係嘛，即係年紀大咗有時搽啲油咧潤下面，尤其是呢度乾燥嘛係嘛，好乾燥嘅時候咧就搽啲油啦咁咧就。容光煥發啦，有良加添人嘅心力嘅話，呢個詩篇大家有時間你去旅行嘅時候，就算你坐喺你嘅後花園望一望個天，跟住讀呢個詩篇104咧，哇個心好開心，好感謝神哇時間過得真係好快好啦，我要講得快啲剩有幾多時間？緊要咧20分鐘都好啦，好盡量啦咁咧我要講快啲啦，咁咧就係啦，嗰啲唔講啦。我特別留意咧就係呢個咧就係上嗰啲百科全書嗰啲網站咧係寫出嚟嘅，咁咧就講到調翻轉嗰啲時間咧係138億光年之前個時間喺呢度向呢度行嘅咁咧就對照翻創世紀，如果我哋
用頭先個方法解釋嘅時候咧，係可以對照翻呢度嘅啊，尤其是咧有一個叫做寒武紀大爆發，喺呢個時間咧，突然間咧，科學家生物學家都冇辦法解釋咧，好多物種咧喺嗰2000萬年嗰陣時咧，突然間出現進化論無法解釋。點樣2000萬年邊度夠由一粒細胞慢慢由變馬騮變人咧？冇可能所以咧喺啲化石咧要揾到啲證據咧，就係已經證明到咧，即係如果唔係有神嘅恩典，上帝咧係創造咗物種，好似創世記咁講咧，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咁咧，我今日冇咁多時間講嘅時候咧，我呢度有唔係好多啫，我印咗部分。如果你有興趣咧，你可以影相又得。呢個即係其中一篇文章咧，係我寫到關於呢個宇宙從何而來，有多啲資料俾大家係去即係慢慢翻去睇。好啦，邊個最有智慧咧？大家可以諗下，邊個最有智慧咧？即係當然係神人咧係啦，其中一個愛因斯坦咧，有冇聽過愛因斯坦佢都好有智慧喎，係嘛？仲有冇咩人有智慧係啦，或者時間關係啦，咁咧就頭先你講所羅門門王咧係好有智慧即係佢求智慧。神俾佢3樣嘢揀，佢話先揀智慧咧去治理佢嘅百姓，即係以色列民咁咧神咧俾到佢智慧，但係咧佢擁有超凡智慧咧，所謂真係晚年衰咗咁咧就係偏離咗神嘅命令咁咧就晚年失足啦，叫做。佢娶咗好多外族女子，用政治嘅手法，即係希望即係令到以色列強大啲少啲敵人咁啊！但係咧心被引誘偏離上帝，致使國家走向分裂與衰敗現在以色列咧，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佢一死咗之後咧，佢個國家分裂，一分裂咗咧，咁咪弱咯咁所以咧就要提醒我哋，即使擁有頂尖嘅智慧咧，一旦離開咗上帝，仍會作出錯誤嘅選擇所以係呢度咧就係比較下，當你有知識同埋智慧嘅時候咧，係智慧來自對上帝嘅敬畏同埋真理嘅體認引導生命方向，建立價值判斷與倫理真正嘅智慧咧係永不改變，指引走向永恆同埋平安好啦，呢幅圖咧，我即係呢1-2日咧都係用 AI 整嘅不過咧就按住我自己嘅輸入話俾你聽，擺啲咩金句咁咧就或者請阿 Stephen 幫你讀聖經有金句嗰啲地方你可以讀嗰幅圖裏邊一樣嘅呢兩個先啦所羅門的箴言提醒我嗰度唔讀，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庫都隱藏在基督裏面。哥羅西書第2章3節，基督總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哥林多前書1章24節。好，唔該咁呢個係新譯本嘅，因為我發覺個新譯本幾好智慧嘅知識一個寶藏嚟噶，你原來咧喺基督裏邊咧揾到智慧知識。我信咗耶穌40幾年，原來你越認識基督咧，你嘅智慧咧就越多唔係我哋自己人嘅智慧，而係從神而嚟嘅基督上面嘅智慧。因為基督咧係上帝嘅能力，又係上帝嘅智慧所以耶穌基督唔單止喺2000年前教導真理，更加藉住佢嘅救恩咧，使我哋能夠重新同呢個創造主建立永恆生命嘅關係佢唔單止創造宇宙萬物，耶穌基督都係創造主嚟嘅，佢亦係救贖主咁邊個最有能力咧？最後一條問題啦當然啦，大家都話係神啦，冇錯，呢個係答案啱嘅係
好啦，呢幅圖咧就係或者請阿 Stephen 幫你讀。耶利米書10章12節，耶和華用能力創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聰明鋪張穹蒼。咁如果最有能力係神，如果喺神之下有咩個能力都好高啊？大家估下，除咗神之外咧，即係神係最高啊！喺呢個世界裏邊，係咪超人咧？係啦，有人話 Spiderman 問啊，原來咧呢個世界上咧有個叫 Power of this dark world 就係管轄這陰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嘅惡魔，佢都好有能力㗎。點解神創造咗宇宙萬物，但係咧喺地球上咧，佢係交俾人去管理，但係人咧係聽咗呢個撒旦或者神嘅敵人嘅謊言，以致咧令到成個世界咧係墮入咗呢個黑暗嘅世界所以佢嘅力量都好強喎如果人因為已經離開咗神嘅時候咧，靠人咧冇辦法抵擋呢個幽暗嘅世界世界經常有好多戰爭有好多悲慘嘅事情發生有好多咧就係因為點解會咁咧？就係有啲人聽咗一啲謊言，做出一啲難以置信嘅毀滅性嘅行為佢都好傷害人生活咁呢個咧都係好有能力，但係咧佢都唔夠呢個創造主個能力嗰個大所以咧跟住嗰幅圖咧就睇唔睇到裏邊個字幫我讀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6章12節。好啦，最初我叫 AI 咧，即係畫幅圖啦，即係話用呢個以弗所書出嚟咁樣畫。哇！佢畫晒啲人咧揸住刀劍喎即係我話即係代表呢個教會，唔係我叫佢好，不過好在 AI 可以叫佢係嗰啲信徒咧應該讀經祈禱，因為唔係靠我哋嘅能力噶嘛，係嘛？即係屬靈嘅爭戰，冇錯。以弗所書6章咧係要用呢個屬靈嘅即係保護我哋嗰啲同埋屬靈嘅即係寶劍，聖靈嘅寶劍但係呢啲都係靈界嘅。我哋唔係用刀槍劍咧同人打過，唔係，我哋係睇聖經祈禱，係靠耶穌基督所以咧就好有意思係嘛？即係我哋係多啲親近神，多啲祈禱，我哋就係用呢個方法咧打敗佢。人靠自己打唔敗，但係邊位最大啊？就係呢個宇宙萬物嗰位神就最大嘅，所以咧一定勝過。咁咧，另外一個咧就係《使徒行傳》幫Stephen 睇唔睇到啲字呢兩呢度同埋呢度一齊嘅。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旦的權下歸向神，使他們的罪惡得到赦免，並且在那些因信我耶穌而成聖的人中同得基業。好，唔該其實 AI 都想像力都好豐富你見到啲邪靈嗰啲嘢，其實都幾驚人，但係你唔使驚你喺耶穌基督裏邊咧，一定會保護你所以咧，《使徒行傳》26章咧就係使徒保羅最初咧，佢係反對基督教，但係俾神光照咧，佢係信咗耶穌。神咧遇見到嘅時候咧，叫佢做呢樣嘢。佢呢個使命咧，亦係而家我哋信徒要做嘅，就係傳福音，令到佢哋睇到屬靈嘅眼睛呢個唔係淨係 physical， 使他們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旦嘅權下 the power of the Satan turn to God 之前人離開咗神咧，完全喺呢個撒旦嘅控制手下。
佢嘅 power 好大嘅因為撒旦咧係墮落嘅天使，墮落嘅天使喺靈界嚟講咧係比人強嘅但係你唔使驚，耶穌基督係勝過佢，因為佢都講過在世上有苦難，但係你可以放心，因為耶穌已經勝過佢啦，所以咧令到佢哋嘅罪惡得到赦免，並且在那些因信我即係耶穌啦而成聖的人同得基業所以 AI 咧都畫咗少少嘢，同得基業呢啲咩嚟㗎？咩嚟㗎？聖城樣晒。係啦，將來咧基業好多嘢喎，我哋永生就係基業啦，我哋有盼望啦，同埋將來喺新創造裏邊咧，呢個新耶路撒冷聖城啦，新天新地呢啲就係信耶穌嘅基業啦好啦，咁咧最後㗎啦，差唔多請阿 Stephen 讀埋上邊嗰個。沒有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寫的。我有權柄寫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約翰福音10章18節。嗱，英文咧更加清楚啦。呢個世界咧冇人可以有權力死咗之後攞得翻嚟，只有耶穌基督佢又係神亦係人咧。He have the power。佢寫十字架上係自願嘅，撒旦唔係撒旦釘佢十字架，佢係自願俾佢釘十字架。但係佢喺經歷過苦難係痛苦，但係死咗3日之後咧 ，He have the power to take it again， 即係話復活。如果佢能夠死咗復活嘅時候，佢嘅生命臨到我哋嗰時候，係咪一樣？我哋將來就算耶穌未翻嚟嘅時候，我哋死咗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呢個復活嘅盼望當然最好咧就係耶穌翻嚟嘅時候，我哋淨未死，肉身未死嘅時候咧，就與佢一齊享受神嘅預備，永恆嘅預備咁咧呢度叫做都畫得 OK 啦，係普通咯，真係但係啲有啲想像力嘅，你最好咧都係翻去睇聖經即係呢啲係俾你去思想下嘅啫唔係最後可能有錯誤都未定㗎都俾一啲 idea 你，將來咧係比呢個圖畫好千萬倍嘅好啦，追求智慧嘅成長路程咧，咁第一個階段咧啟蒙啦，我唔會讀晒啦測驗啦，即係我哋要驗證下邊啲係真假聖經，我哋去驗證過好多次咧，聖經係正確無誤嘅咁連於基督以基督為生命嘅磐石，住喺基督裏邊約翰福音第15章咧都講啦，你常在我裏邊，我就常在我信佢嘅人嘅裏邊，佢嘅話亦都喺你裏邊多啲睇神嘅話語，佢就係住喺我哋裏邊，幫我哋結果子第4個階段咧就活出基督，喺生活中作出明智抉擇，活出基督，成為自己，唔單自己同他人嘅祝福，榮耀上帝。呢個就係今日追求智慧成長嘅歷程嘅分享。好啦，係咁多啦，就少少時間，唔好意思超過咗先。大家有咩問題關於頭先所講嘅，或者有啲咩分享都得有冇問題隨便喎。你講咁多 AI 屬唔屬於智慧嘅 AI？好嘅問題即係 AI 係一個智慧咧。如果睇翻咧就翻譯先台灣咧我照計呢個人工智慧香港同埋中國大陸咧通常咧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咁如果你去睇翻啲 AI 點嚟咧，原來咧係一啲大數據嚟嘅，即係佢係有個突破。人工智能咧係喺大概即係起碼都10幾20年啦，就係模仿人嗰個腦神經嗰個 network。哇！原來人嗰個裏邊嗰啲腦神經嘅 network 咧係點樣連串咧？所以啲細路仔咧最初對嗰啲腦神經未串連嘅時候咧，佢乜都唔知嘅。你學佢嘅時候學嘢咧，咁佢譬如有一日個阿媽話俾你聽，嗱，呢隻貓
咁你佢一睇到個貓，咁就認住佢大概個模樣啦嚇。所以咧，人嘅智慧咧，你啲細路仔睇幾次個貓咧，佢就好快識得啦。但係原來咧，你訓練人工 AI 咧，要好耐咧，即係要從唔同嘅角度去俾晒佢啲資料咧，咁佢先認得嗰隻係貓。但係有時咧，佢可能會認錯喎，貓係當係狗都未定嘅嚇。咁即係其實係一啲人嘅數據將佢精簡咗，透過統計學作出最後最貼切你問佢嗰個答案，就係 AI。你話佢係有冇智慧咧？佢係知識好豐富，可以分析，可以話俾你聽個答案，但係佢係模仿人類啫。所以咧 ，AI 係照住人嘅形象做嘅啊。但係人係照住邊個做啊？係上帝嘅形象。所以我哋係比 AI 更加尊貴啊。所以咧，我哋即係有呢個靈魂啊。我9月中咧，唔係9月第一初咧，就會登咗一篇文章啊。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我陣會寫個網站俾你。就係9月咧，就係講到AI 與靈魂嘅探索、智慧嘅選擇就係同一個比較所以咧我哋嘅智慧咧係有靈魂嘅 ，AI 係冇靈魂佢係可以做到好快嘅分析。所以咧，你最終咧都係一個工具。如果善用咧，人善用 AI 咧，係幫到你做嘢快啲。但係有好人又有壞人咧，呢個世界壞人都識用 AI 嘅喎。佢用嘅 AI 咧，而家模仿到假到咧你有時見到個電腦有個叫你話即係或者你未交咩電費喎，咁唔知真定假喎，咁即係似層層咁喎。好多嘢你要驗證下先喎，一定要驗證下，唔好信晒所以咧 AI 咧就如果俾即係聖經最後咧講到呢個敵基督咧，佢應該係會用 AI 去欺騙人，正如佢當初欺騙亞當夏娃咁。所以咧，人咧離開咗基督創造主咧，係冇辦法抵抗到呢個敵基督嘅。所以咧，鼓勵大家多啲透過弟兄姊妹嘅交流、祈禱、讀經、分享呢啲咧都係喺神嘅恩典蔭庇之下保護我哋信徒嘅所以咧好快噶啦，再過5年、10年咧 ，AI 真係嗰個成長嘅速度咧係 exponential 啊！而家即係太進步得太快即係所以咧，有時我都有興趣，因為我讀科學啦，喺一個工具，哇！啲嘢都好快喎。我擺張相，即係我細個嗰啲相咧，佢可以撳一個掣，即係當然叫佢整啲嘢咧，跟住咧變成一個 video。即係我媽過咗身啦，但係咧你有時，哇！佢叫我媽講翻嘢都得即係呢啲係只不過佢幫你分析嘅啫即係做數據越嚟越咧，即係所以要善用，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我哋嘅智慧係高過佢嘅。如果我哋係連於基督，就唔怕俾佢欺騙。但係將來呢個即係呢個世界咧，會偏向嗰度啦。即係啟示錄第13章都有講啦。呢個敵基督咧，首先佢要控制人嘅買賣，你唔用佢嗰度咧，你又買賣唔到嘅。將來即係可能有啲人話歐洲係咁，可能美國唔知啦幾時即係跟住咧，佢會植一啲嗰啲嘢喺你個手或者你個頭嗰度咧，即係買賣咁即係啟示錄原來2000年已經講對你冇嗰樣嘢咧，你係買賣唔到嘅咁呢啲真係真係要小心所以我哋一定要有智慧去認識真偽，同埋倚靠基督有冇其他問題咧好，或者多謝大家，我哋做個簡單嘅祈禱啊嘛。天父，感謝讚美你，你俾我哋即係有咁多美好嘅事物亦感謝西北教會、浸信教會係嘅弟兄姊妹係咁同心一齊去辦理呢個咁好嘅
貴嘅聚餐又有咁好嘅詩歌，同埋彼此分享學習我哋聽日有敬拜你嘅時候，求你祝福呢間教會所有嘅弟兄姊妹，唔單止係即係彼此相愛，因為愛耶穌基督，亦係透過福音去傳揚你嘅名我哋亦知道喺呢個教會附近有呢個台積電有唔少嘅朋友或者係喺台灣或者其他地方嚟嘅佢哋有好多都未認識耶穌基督，求你都係俾呢度嘅弟兄姊妹有智慧去認識佢哋，將呢個福音去傳俾更多有需要嘅人，因為佢哋嚟到呢度鳳凰城唔係偶然嘅。我哋亦都感謝你俾阿 Samuel 同埋呢個國泰嘅朋友或者弟兄姊妹能夠有機會嚟到呢度，我哋可以同佢哋分享福音，或者佢哋繼續參加呢個敬拜我哋滿心感謝你，求你都祝福更多人信靠耶穌基督將榮耀頌讚歸翻俾你，奉耶穌基督名求。好，多謝大家。少少，如果有興趣可以。一陣我會印多幾張，就擺喺嗰個台嗰度嚇。咁我哋就散會結束。我哋可能幫我哋整翻啲台凳，因為聽日主日學嘅呢度嚇。咁就11月11號應該下次嘅聚會時間。14。114，好，多謝感謝神，好。